大家好，歡迎嚟到希晨讀書會。今日咧要同大家講嘅書係《真希望我20歲就懂的事》。呢本書嘅作者 Tina 喺1985年獲得咗 Stanford 大學嘅神經科學博士學位，曾經咧擔任咗 Stanford 科技創業計劃嘅執行長，主力培育咧好多優秀嘅青年創業家。咁 Tina 咧係點樣培育佢哋嘅呢？原來咧透過課程咧嘅實驗嚟到帶領咧一班學生用創業家嘅思維去諗嘢啦，主張創新、創意同創業。咁咧透過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去到轉變成為一個商機啦。咁呢本書咧係幾值得我哋睇嘅書嚟嘅，因為咧佢正係俾到好多 ideas 我哋啦。例如果手上只有5蚊美金同埋2個鐘時間，咁你會點樣利用有限嘅資源嚟賺錢呢？有一組嘅學生咧留意到星期六嘅夜晚啦，餐廳咧會好多人，好難等位噶。咁咧佢哋就會幫一啲唔想花時間排隊等候嘅人啦。咁另一組學生咧喺學校咧免費幫學生檢查車胎，咁就收1蚊美金嘅充氣費。但係咧賺錢最多嘅組別咧根本咧係冇用到嗰5蚊噶，但係咧最後反而係賺到600幾蚊嘅美金嘅。咁佢哋認為咧佢哋最寶貴嘅資產並唔係5蚊美金啦，而係喺課堂上面要 present 嘅3分鐘時間。於是咧，佢哋咧就決定將呢3分鐘賣俾一家想喺班上面招募人才嘅公司，幫佢哋咧呢家公司咧製作咗3分鐘嘅廣告。咁呢個做法咧實在太聰明啦！透過呢本書咧好多唔同嘅案例啦，令到我哋知道第一啦，呢個世界其實充滿住好多機會等緊我哋發掘噶。只要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咧仔細咁觀察，咁就可以發掘到問題啦。而每一個問題其實都係一個機會嚟嘅。問題越大咧，機會就越大。好似咧全球技術領域投資之王太陽微系統公司嘅創始人維洛德柯斯拉所講嘅 Any big problem is a big opportunity。任何重大問題咧，其實都係一個重大機遇嘅。咁咧佢就解釋啦，如果冇問題嘅話，就唔會有解決方案，公司咧都冇存在嘅理由啊。冇人咧會願意俾錢去俾你去解決一個唔存在嘅問題嘅。第二啦，當你遇到問題嘅時候，嘗試退後一步啊，用宏觀嘅角度咧嚟睇眼前嘅世界。大多數人咧其實睇到嘅問題咧都係一啲解決唔到嘅問題啦，咁又或者咧會將自己咧局限咗喺一個既定嘅框架裏面啦。咁而頭先啱啱所講嘅案例咁啦，勝出組別嘅同學仔領悟到，如果咧佢哋將個焦點放咗喺5蚊嘅美金啦，咁就會局限咗佢哋對問題嘅思考。咁咧反而咧佢哋咧退後咗一步啦，用宏觀嘅角度嚟睇呢個眼前嘅世界，咁咧就會發現到，原來我哋係可以利用身邊擁有嘅資源嚟解決問題嘅。第三啦，現實人生係可以翻書嘅考試。咁以前咧讀書嘅時候，我哋喺堂上面學嘢啦、抄 notes 啦，咁考試嘅內容咧，其實都離唔開課本嘅知識啦。咁但係當你出嚟社會做嘢，你面對緊嘅係開放式嘅問題啦，咁包括你嘅個人成長啦、家庭啦、人際關係啦、工作等等啦。咁你唔再係被動式咁學習同埋接收以前嘅資訊啦，咁反而咧你要成為自己嘅老師，靠自己咧創造機會，主動探索同埋學習，主動去實驗啦。咁首先你要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啦，去邊度揾呢啲資訊啦，點樣去吸收呢啲資訊等等啦。咁例如話，我想減肥，我想變靚，我想改善同伴侶或者朋友嘅關係。咁其實呢啲咧都係要靠我哋自己去揾資料啦，令到自己變得更好啦。咁因為咧喺我哋嘅人生道路上面咧，唔會永遠都有個老師喺你前面咧街住你點行嘅。咁即使你嘅朋友啊、家人啊俾意見你都好啦，咁但係最終嘅決定權其實都係你手上。好似 Tina 所講啦，你係你人生嘅 CEO， 要學識為自己做決定，為你嘅選擇負責，同埋享受成果。咁由今日開始，試下觀察下身邊嘅環境，發掘下身邊嘅所有機會。鍾意我今日分享嘅朋友仔，記得訂閱呢個頻道，like 同 share 呢條片，同埋下面個鐘仔。
好啦，今集嘅內容差唔多啦，拜拜。